曾幾何時，俾人叫做男人浪漫嘅龍江豬腳飯，靠住夠平夠飽肚，變成咗一代打工仔嘅集體回憶啦。開咗成3萬幾間鋪，一年賣超過5億份，佢絕對稱得上係廣東快餐界嘅天花板。但去到北方城市呢，又好似唔上唔落咁。響南方呀，豬腳飯簡直就係打工仔嘅續命水嚟嘅。油光閃閃嘅餸頭，熱辣辣嘅白飯，10幾蚊就可以令餓到頭暈眼花嘅下晝，即刻原地回血，真係頂癮啊！佢睇落普普通通啫，但其實承載住無數人食完飯再頂埋下半場嘅生存邏輯啊！2026年5月，美團拼好飯日訂單量超過3000萬單，即係平均每6.5個中國人入面就有一個人點過呢份窮鬼套餐啊！而1.2億用戶入面，90後、00後加埋已經超過70%。天眼查數據顯示，全國同豬腳飯有關嘅企業有3000幾間，而淨係廣東一個省就有成16000幾間，接近霸咗半壁江山。咁邊個城市最癲先？深圳超過8000間，大學城、城中村、工業園、寫字樓樓下，總之有人返工嘅地方就幾乎有豬腳飯。主要集中喺寶安、龍崗同龍華區，其中寶安最多，有2077間，差唔多佔全市6%。按寶安396.6平方公里計，即係平均每1平方公里就有4間豬腳飯鋪，誇張到啊！甚至有人笑講，深圳冇愛情故事，只有返極都返唔完嘅工，同食極都食唔完嘅豬腳飯。豬腳飯點解喺深圳咁爆呢？原因其實幾現實。首先，佢夠快、夠平、夠高熱量，完全 fit 晒深圳呢種高速運轉城市嘅節奏。對好多體力消耗大嘅基層勞動者嚟講，真係又平又實際。可以快速補充能量，自然變成首選啦。其次，深圳本身係一個超後生嘅城市，年輕人口比例高，對高油脂、高熱量食物接受度都高啲。再加上深圳本身飲食文化夠晒包容，由潮汕菜到湖南菜，蘭州拉麵到東北燒烤，乜都用得落。所以睇落毫不起眼嘅豬腳飯可以向呢度生存到遍地開花，其實正正反映咗深圳飲食文化夠雜、夠自由。細細一碗豬腳飯，其實都反映緊一座城市嘅氣質。無論係高級寫字樓下面，定係逼到轉身都難嘅城中村小巷，你都揾得到佢。呢種平實務實、唔講排場嘅生活態度，某程度上都係深圳精神嘅縮影。豬腳飯嘅流行，其實提醒緊我哋，城市跑得再快，都唔好忘記真正撐住無數普通人生活嘅，往往都係最簡單嗰啲嘢啊！粗略咁計，3萬間鋪，每間每日賣50份豬腳飯。1年已經可以賣到5.4億份，仲要呢個數字其實好保守啦，因為外賣平台上面好多豬腳飯鋪一個月閒閒地賣幾千單。但奇怪嘅地方嚟啦，作為體量咁龐大嘅快餐之王，豬腳飯江湖居然一直冇誕生出真正嘅全國性頭部品牌。根據餐飲數據，而家門店最多嘅豬腳飯品牌都只係得600幾間鋪，市面上絕大部分仍然都係夫妻檔、個體戶，各自打各自，一盤散沙咁。豬腳飯到底點樣紅起嚟？點解始終跑唔出巨頭品牌？尤其去到北方，點解又打唔開市場呢？而背後其實更加反映緊成個中國快餐市場嘅變化。豬腳飯江湖上又叫做龍江豬腳飯，好多人以為龍江係品牌名，其實唔係啊，佢係廣東揭陽惠來縣一個鎮名，就好似蘭州拉麵、沙縣小食咁，地名同品類綁死咗。至於起源，坊間流傳最出名嘅版本，仲同韓愈有關添。冇錯，就係唐宋八大家嗰位韓愈。相傳當年韓愈被貶去潮州，見到當地百姓生活艱難，於是收水利、辦教育、除惡魚，搞到民心盡得。後來百姓為咗答謝佢，就擺宴請客。席間有個廚師端出一碟老豬腳，樣雜入味，乏而不膩。韓愈食完大讚，問佢來自邊度，廚師話自己嚟自龍江，於是龍江豬腳個名就咁傳開咗。當然啦，呢啲始終都係民間故事啫。真正令豬腳飯封神嘅，其實係改革開放之後。改革開放之後，大批潮汕人北上深圳、廣州打拼。嗰陣時工業化、城市化瘋狂加速，工廠一間接一間咁起。打工仔每日最缺乏嘅就係時間。而對高強度勞動者嚟講，一份完美快餐其實得3個條件：出餐快、熱量高、價錢平。偏偏豬腳飯3樣都中晒。首先係夠快。豬腳一早已經老定，上菜前根本唔使開鑊炒，只需要師傅手起刀落。斬件、擺飯、淋汁，30秒內搞掂。其次係夠飽，一份豬腳飯本質上就係碳水加脂肪嘅雙重暴擊，肥瘦相間嘅豬腳，滿滿油脂同蛋白質，再加埋啲老汁撈飯，真係好易唔覺意清晒成碗飯。簡單計下，
一份豬腳飯大概有100克肉、300克飯，再加配菜，總熱量分分鐘去到800至1000大卡，頂得住地盤工廠嗰啲高強度體力消耗。最後仲有最重要一點，平，好長一段時間，10幾蚊就食到一餐，有肉有菜有飯。響大基建狂飆、製造業爆發嗰個年代，豬腳飯根本就係基層打工仔嘅能量補給站。後來去到互聯網時代，又成功打入白領外賣市場，無數龍崗人就係靠住一鍋滷水、一把菜刀，將豬腳飯帶到全國。有個龍崗人叫張百強，佢間豬腳飯鋪每朝就由一鍋咕嚕咕嚕滾緊嘅滷水開始。佢朝早7點幾起身買棋，跟住處理豬腳、擇菜、炒配菜，做到10點幾正式開鋪，中間不停招呼客人，一直忙到夜晚10點先收工。呢種忙到冇停手嘅生活，佢一做就做咗10年。張百強1993年出世，係土生土長嘅龍崗人，由細食豬腳飯大，家族長輩全部都做呢行。佢細個已經響鋪頭幫手學師，後來堂哥去深圳龍華開鋪，佢又跟住落深圳闖。佢最後響南山赤灣開咗間小店，一個人包辦買貨、備料、廚房，轉眼就差唔多10年。每逢飯市，成間細鋪逼滿人，一日可以賣70幾斤豬手。佢都曾經諗過返鄉下休息下，但最後都捨唔得班熟客。佢話萬一人哋想食又搵唔到呢，所以咪一路堅持咯。點知一堅持就10年。其實深圳同豬腳飯嘅關係好似互相成就咁，龍崗人將味道帶嚟深圳，而深圳又俾咗佢哋一個改變命運嘅舞台。而家張百強請埋伙計，又加新菜式，生意仲越做越旺。2025年，美團外賣上面豬腳飯訂單量超過1億份，增速甚至跑贏大部分飯類快餐。但商業世界最殘酷嘅地方就係，成就你嘅嘢，往往最後都會限制返你。豬腳飯雖然紅，但一直好難跑出真正嘅全國巨頭品牌。原因其實有2個。第一，標準化太難。現代餐飲想開到萬店連鎖，底層邏輯其實得一樣，極致 SOP。例如黃燜雞、米川拌飯，本質上都係高度標準化，中央廚房統一配送、統一調味，去到邊間鋪味道都差唔多。但豬腳飯唔同，佢嘅靈魂全喺嗰煲老卤入面。今日加幾多水，落幾多香料，滷幾耐，全靠師傅手感同經驗。每間鋪味道都唔同，完全係玄學料理。而呢種非標準化對資本同連鎖化嚟講就係噩夢，因為你冇辦法低成本複製，自然好難大規模擴張。第二個問題就係供應鏈風險太高。正宗豬腳飯最講究用豬手4點金部位，肥瘦平均，大筋大皮，口感最好。但問題係豬肉價格本身波動超大。經濟學上甚至有個名叫豬週期，平均每3-4年就會經歷一次價格大上大落。尤其2018至2019年非洲豬瘟期間，豬肉價格暴漲，好多人應該都仲記得。原材料一升價，個體戶仲可以靠自己捱，但大型連鎖品牌就好麻煩，加價，客人即刻轉食黃燜雞、拉麵，唔加價又可能買一碗蝕一碗。所以當你堅持現做、堅持新鮮，就等於被供應鏈波動鎖死咗天花板。仲有一樣好有趣，你有冇發現？豬腳飯響廣東幾乎無敵，但一出北方就好似突然失靈咁。其實唔係單純口味問題，而係俾人降維打擊。因為豬腳飯響南方最大優勢係乜？平、大份、夠過癮。但北方本身已經係碳水之都，性價比快餐本來就捲到飛起。之前有條瀋陽飯盒片爆紅，12蚊人仔，有肉丸、有乾豆腐、有紅燒肉，仲送大雞髀，遞多到連飯都睇唔到。咁相比之下，豬腳飯就未必有優勢啦。既冇地域文化認同，份量同價格又未必贏，自然好難打開市場。如果再將視角拉遠少少，你會發現其實唔止豬腳飯，而係成個中國快餐市場都變緊。紅餐研究院數據顯示，2025年中國小食快餐市場已經超過1萬億人仔，2026年估計衝到1.1萬億。個盤係大咗，但玩法變晒。首先，單品爆款時代其實已經開始退潮。以前餐飲最興做單品，酸菜魚、黃燜雞、豬腳飯，一道菜打天下。但而家消費者更中意自選式快餐，可以自由搭配老香雞、米川拌飯嗰類，一次過有幾十款菜，日日食都未必悶。反觀豬腳飯，品類太單一，你要一個人連續食5日，真係好容易食到派啊。第二個變化就係健康化，而家越嚟越多人開始追求少油、少鹽、低糖、低卡、輕食，健康餐越嚟越多人食。但豬腳飯本身高油、高脂、高碳水，一份熱量接近1000大卡。
對減肥人士或者三高人群嚟講，真係有啲心理壓力夠。第三個變化就係餐飲連鎖化越嚟越誇張。中國餐飲連鎖化率由2022年18%升到2025年23%，即係話而家餐飲行業正式進入正規軍時代。以前夫妻檔靠勤力就做到生意，但而家對手係老鄉雞、米村拌飯、塔斯丁呢類大型連鎖，有供應鏈，有數字化系統，有品牌營銷。相比之下，小店生存壓力自然越嚟越大啦。咁問題又返嚟，呢碗承載住無數打工仔回憶嘅靈魂快餐，係咪真係注定慢慢沒落？其實又未必，因為而家已經開始有人試緊新玩法。例如有品牌開始淡化龍崗標籤，用閩南豬腳飯重新包裝，裝修全面升級，硬生生將客單價拉到25蚊以上。全國開咗超過600間，仲有人玩創新口味，例如將湖南女椒同豬腳結合，用辣味中和油膩感。其實豬腳飯真正要面對嘅敵人，從來都唔係街對面另一間豬腳飯，而係消費者不斷改變緊嘅飲食習慣。市場而家追求嘅係效率、標準化、健康感同埋體驗感。一個傳統品類如果想穿越周期，就唔可以永遠沉醉喺舊時成功入面。豬腳飯想真正做大做強，就一定要喺標準化、供應鏈、產品創新同品牌形象上面完成一次徹底升級。否則呢碗曾經養活無數打工仔嘅男人浪漫，可能真係會慢慢變成時代回憶咯。